尽量伫台东地上6点8大地震，全台湾拢有感觉，同个震度3级并毋是上悬的，也过捌定一个运动中心5来羽球馆天棚崩落来，造成一个人轻伤，被质疑讲连3级的地震都挡袂调，敢讲是时间有问题。这通市长郑文灿伫第一时间回释咧，并且强调讲会追究责任，也过捌定运动中心开5亿，却是这款的工程品质，运动中心启用要1冬啊，地震进前1工，才会顶这安好的过2工都害了啊！我掉下来，哎呦！体育馆天棚规崩落来，18号下晡2点44分，台东地上发生规模6.8地震，全台湾拢感受会到。这是汤市北调国民运动中心5楼羽毛球场，外界就质疑经济地震中心汤圆震度3级，天棚哪会做甲这么卡骚？9月17号，北调运动中心人民采买总业才公布好消息，5楼羽毛球场时间好势，过2天天棚就崩落去，互一个人轻伤送病院。今仔日知影，汤市政府新工处人员来到羽毛球场勘察，市长郑文灿马紧回释咧。在这里向这个受到擦伤的民众，以及在运动中的民众表示最深的歉意。那我想，这个运动中心已经使用1年，那类似的这个设计在芦竹运动中心也有，营运单位在这个5楼的球馆增装了这个灯光工程，那灯光工程刚完工，那我想这个部分我们会很客观的查清楚。郑文灿所讲的，伫咧球场装电火工程的营运单位，就是救国团。北调运动中心算是汤市府北京分计划。运动中心去年10月正式营运，体育局讲开5亿，是发包，或者是救国团加工出问题，会个继续调查。在确定的原因还不明之前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声音传出？我们觉得这是不是有故意要制造舆论，然后卸责？它的架构也是稳定的，就算5级地震来也不会有事情。灯具装载的时候，假如它只是任意的装载在一般的轻型的天花板上面的话，那当然有可能有风险。3级的地震到运动中心的天棚崩落来，是倒一个所在出问题？汤市新工处和体育局会个继续调查详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